今日讀經係經書200頁，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林森人書。弟兄姊妹們，在這一切以上，又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你們所以蒙召存於一個身體內，也是為此，所以你們該有感恩之心。你們無論作什麼，在言語上或在行為上，一切都該由主耶穌的名而作，藉着他感謝天主聖父。你們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裏去作，如同是為主，而不是為人。因為你們該知道，你們要由主領取產業作為報酬。你們服侍主基督吧。上主的話。答唱詠。願上主使我們工作順利，事業成功。群山尚未形成，大地環球尚未出生，從永遠直到永遠，你就已經是天主。你命世人們仍歸灰塵，說歸來。亞當的子孫們，因為千年在你的眼前，好像是剛過去的昨天，好像夜裏的一更時間。求你教導我們數算自己的歲月，使我們學習內心的智慧。上主，求你歸來，常待何時？求你快來憐恤你的僕役。讓我們清晨就飽享你的慈愛，歡欣鼓舞，天天愉快。求使你的僕人得見你的化工，給他們的子孫彰顯你的尊榮。福音前歡呼，阿利路亞！惟願上主天主受讚美，他承擔了我們的重負，因他是救我們的天主。阿利路亞！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瑪竇福音。那時候，耶穌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裏教訓人，以致人們都驚訝說：這人從哪裏得到了這樣的智慧和奇能？這人不是那木匠的兒子，他的母親不是叫瑪利亞，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若瑟、西滿和猶達嗎？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們這裏嗎？那麼他的這一切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就對他起了反感。耶穌卻對他們說：先知除了在本鄉本家外，沒有不受尊敬的。他在那裏，因為他們不信，沒有多行奇能。上主的話。我們讚美你。今日我哋堂區嘅一個都算係幾古老嘅一個善會，聖若瑟恩保堂嚇，咁舉行會慶啦。因為聽日係5·1勞工主保聖若瑟嘅瞻禮。
咁喺呢度同大家分享關於呢個善會嘅事情啦。喺進教會開始之初，教友聚集，咁都有窮嘅，亦有富嘅人啦。咁當時嘅教友團結力都凝聚力都好強嘅，因為大家都係中國人。咁所以喺神父嘅領導下，帶領住嗰啲有啲名望嘅教友，有啲知識嘅教友，大家一齊嚟組織一個聖若瑟恩保堂，嚟到去特別為嗰啲貧苦大眾啦，佢哋返天主之前面對住嘅困難，嚟到幫助佢哋點樣度過喺世上最後嘅時刻。咁所以恩保堂嘅成立啦，或者用現代嘅術語講，似乎有啲好似白金會嘅性質。因為白金會嘅性質好多時我哋就係俾白金啊，咁佢呢度就主要唔係俾白金，而係喺臨危嘅時候咧，係提臨終聖事咁係大家翻天主嗰度一齊陪伴病患嘅人啦、臨終嘅人啦，嚟到幫佢祈禱，提示佢哋領受最後嘅我哋而家稱為病人傅油禮。咁如果貧困嘅人啦，咁亦都為佢個會為佢嚟到去即係舉行殯葬幫助嘅殯葬嘅儀式咁呢個係當時啦，係進教會內教友團體華人教友團體啦，係一個好特別嘅善會。咁所以喺當時嚟講，幾乎咧呢個善會可以話財力物力都幾強大嘅。咁唔單止係咁，因為係特別為亡者啊嘛，或者臨終嘅人，咁所以呢個善會就好得意嘅。得意在咩？即係在世嘅人可以入會，亡者都可以入會嘅，即係可以為亡者嚟到入會。咁以前仲係入會就入幾多份會添咁似乎個作用唔係好大啦咁所以我哋都取消咗。總之有亡會友同埋生會友咁亡會友主要就係我哋有每日都為會友已亡嘅會友舉行彌撒聖祭咁呢點係肯定係咁，即係我哋冇錢飲就擺茶會啦，都要奉獻呢個彌撒嘅呢點就係呢個會嘅好特別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啦呢個善會係某點嚟講唔係正式係堂區嘅善會，而係話進教會內啦，教友自發組成一個善會啦咁所以變咗喺堂區有啲關係，但係咧就唔係由堂區去屬於堂區嘅善會咁所以喺人事關係上咧，永遠都係啦，人嘅組織有一段時間好興盛，但係到某一段時間有啲人咧負責嘅人唔係咁落力啦，咁就低迷咗啦咁最近啦呢幾年啦有關嘅人士就將佢交託俾堂區，咁所以堂區就接受呢個咁嘅委託啦，嚟到希望重振翻呢個善會嗰份精神咁自然啦，今時今日我哋無能為力提臨終嗰樣嘢就做唔到啦咁而家大家都唔算窮人啦，所以都唔會話去到殮葬費都冇所以呢個功能亦都幾乎可以即係可以
唔需要啦。如果需要咧，個會都可以㗎。咁所以變咗嚟講，堂區面對住呢個會，再次去發揮佢嘅功能咧，就轉向啦，就係睇下有冇可能啦，嚟到去為長者做點嘅牧民嘅工作，咁嚟到協助堂區發展呢個長者牧民嘅事工。咁所以我哋特別啦係租用咗青安醫所嗰兩間紅屋仔啦，我哋出資嚟到將佢維修整理好，成為我哋一個會址嚟到去發揮呢邊嘅功能。一方面亦都協助堂區發展嘅堂區嘅事務，咁同時亦都係透過呢個地方咧，睇下可唔可以為長者做點工作。咁所以各位會友啦，咁可以就試下提供一啲點講唔同嘅意見啦，睇下可以點做法啦。呢方面咧，我諗咗幾年啦，都未諗出過一個好具體嘅可行嘅辦法啦。因為而家長者好多人都好活躍啊，好唔得閒啊，好多活動啊，可以咁講嚇。咁但係我哋重點都係放喺唔係淨係活動啦，而係年長嘅人，我哋係點樣去準備佢哋返天主嗰度咧？呢點嚟講係朝呢個方向行啦。活動都可以教下嘅，我覺得唔係問題。咁所以喺呢度嘅時候咧，好可惜嚇。咁因為工程嘅關係，咁我哋嘅會址整咗3年啦，終於最後本來就今年開幕㗎啦嚇。咁點知就出現白蟻嘅情況，咁所以屋頂又要整過嚇。咁而家整好咗啦，咁等公務局收職之後咧，咁就開始我哋可以營業㗎啦，可以。咁到時睇睇可以做啲咩工作啦，係嘛？咁大家可以提供意見啊。咁亦都希望能夠喺度，我請翻嗰個全職嘅人員1個或者2個睇邊個有意想喺多方面做嘅受薪嘅或者義工嘅都歡迎嘅。我大家一齊有傾傾，可以做啲乜嘢呢點大家特別退休嘅人士啦，可以喺呢方面咧嚟到去發表下意見啦，睇下我哋可以我哋財力容許之下啦，可以為長者為會友咧做點牧民嘅工作啦。呢點因為我哋都係屬於一個天主教嘅團體，咁所以都符合翻我哋教友嗰個性質啦，或者嗰個意義啦嚇。咁勞工主保啦，我哋都係以聖若瑟為我哋嘅榜樣嚇。咁所以剛才福音同埋嘅第一篇讀經都提示翻我哋我哋唔論係點樣都好啦，身為教友，我哋都需要一切以愛德為中心咯。咁所以喺度咧，聖保祿宗徒特別提示我哋，一切嘅生活都係一個方向，為天主，為愛天主而去愛人。所以我哋好唔同咗啦，就面對唔同嘅人都做以愛天主為出發點咁我哋生活嗰個價值同意義咧，就同其他人咧係有所唔同嘅。今時今日我面對住嘅世界越嚟越唔簡單啦，唔簡單。好似今日我睇電視睇 YouTube 嘅時候咧，咁我睇到俾我哋一個思想就係我哋面向住我哋長者唔使驚嘅，而家最緊要你有錢就得㗎啦。我哋可以咩？到時我哋買一個機械人唔使去請僱傭㗎啦。一個機械人可以幫我哋做好多嘢，
仲唔停佢添啊！冇唔使休息噶，嚟到去幫我哋處理好多嘢，幫你煮埋飯都得噶嚇。咁啊，世界發展嗰個將來嗰個可能性係無限嘅嚇。咁啊，面對住咁多無限嘅嘢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係點樣去過翻人有尊嚴嘅生活？人有尊嚴嘅生活啊，走翻最初天主創造人嘅本意啦。咁所以今日慶祝五一勞動節勞工主保，我哋記起梁13世教宗係發表佢嘅新事件通諭開始，係針對住喺特別係工業革命之後啦，社會上遇到嘅問題啊，咁今時今日遇到嘅問題係更多啦嚇。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需要啦，係好似聖若瑟咁去跟隨天主嘅意願旨意，俾我哋負上乜嘢嘅責任同使命。咁所以我哋自己清楚自己喺唔同嘅階段內咧，我哋有咩責任同使命。咁然後咧，我哋亦都栽培我哋嘅後輩咧，喺個同嘅家人咧，做翻好佢應該做嘅本分。呢點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就出現咗好多狀況嚇，好多狀況到頭來好多時我哋會埋怨好多嘢。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開始又錯咗，跟住就錯落去啦。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哋去由開始嘅時候要糾正一啲嘢。如果唔係就唔掂噶啦。咁就我哋求上祝福我哋啦，希望我哋會務能夠發展得更好啦。咁前啦，我哋邀請更多人加入我哋嘅團體。我哋亦都係做會員，冇咩特別義務嘅。咁只不過係我哋聚埋一齊，希望透過嗰個會咧嚟為大家提供一啲服務嚇，咁能夠幫助大家。我哋退休啦，咁我哋點樣去準備我哋到返天主嗰度嚇？咁樣我哋亦都特別為我哋教宗祈禱啦，佢返咗天主嗰度啦。咁亦都特別為我哋堂區工作過嘅父傳神父祈禱啦，希望天主祝福佢咁係咯，亦都為我哋所有恩寶堂已亡嘅兄弟姊妹祈禱啦。求天主祝福我哋嘅兄弟姊妹，已故嘅兄弟姊妹。